是开的，我啥不要你多了个，开就开，我那的行了他，干不开啊？干不开啊？只要弄个了，我帮个在 keep 些考试过来，那叫那看哪不要？我人都不得考嘛，那你都下去到过来，你把来用你到时候把它干到过来呢，刚进来看家了，我不要。干啥海去？干去啥海？干去啥我弄到去？我直接没有，干不包括把那个 keep 先考试破到刚才那伢当把老师给包打了。我怎么要一个估计海了？好干啥海啊？干啥海好干去哩？干啥海去啦？现在了一群人过了，在场头家了多多，那在场头点给了多年要了不要？了多年要不要？干啥海？干去光走了那煮了。年早我喊那个。你都下去到过了，都加了那么多钱，朋友了。有哪个谁害的股上朋友了？今年老了，只给你当大公婆，你都当大公婆。我爸可在了呢，我把那个 keep 是考试过，你当你抓了不晒的。我是叫人了，那个不害。个主嘅，个去买下谁在住了还过来呀？主啊！谁人那也干啥子到过来给我抓起来？卡起上来了，轮来说那人等拆了看，你这么多啊？他比呀，要这等点的谁？我那要这等点个对你要的谁？咋来了？要点嘛那估计让他看着了，嘛那个也不好追嘛了，不要。我知道了，我那娘要点弄那个真写到了过了，我知道干了。刚才就朋友说的那是啦，我还干还在去家很多。还来家了，到啥海了？那在 keep 是考试半年到刚才就到达了。咋给了那么多钱也30到过了？弄那个就咋给了谁给的？到一代搞弄股先生，不寂寞。我们那很多人哈，我给打落了哈，就我那啦。我看到你那那这种股都还知道你都能练啦。这都是本来你这么什么到股怎么能来登上你是看他呀？我这个就是包啊。那几个股那要当上啊？要么那过去那个看家股把8天那练么呢？谁人家谁这个都没得，慢到这个反正。